起，伊出门去找人甲伊做朋友，伊就行，拄着一只象。伊问象讲：“你敢要甲我做朋友？”象讲：“你的鼻仔敢有长长？”鸟鼠讲：“无，我的鼻仔短短。”象讲：“啊，鼻仔短短，要安怎甲我相揽咧？安尼咱袂当做朋友。”鸟鼠就无法度，佮行去找人甲伊做朋友。直直行，拄着一只马，对啊。伊问讲：“马，你敢要甲我做朋友？”马讲：“你敢有食草？”鸟鼠讲：“无，我无食草。”马讲：“无食草，要安怎甲我做朋友？咱袂当做朋友。”伊就无法度，搁去找别人做朋友。拄着一个什物人咧？酷鱼，这才是酷鱼啊！酷鱼问伊讲，伊就问酷鱼讲：“你的喙齿敢有足侪粒？无，你喙齿无足侪粒，要安怎甲我做朋友？无法度做朋友。”伊就搁去找另外一个人甲伊做朋友。拄着一只，这是啥？啥物？狮啊！尾溜。对，狮的尾溜。伊就尾溜无。嘿，狮在困，伊就走去狮的身躯顶悬，走去狮的头鬃内底去佚佗，讲：“你敢要甲我做朋友？”甲狮吵真心，狮就甲伊吼合落，讲：“你吵我困，足害，我要甲你食，yummy。”鸟鼠就讲：“毋通，甲我食，后摆我会报答你。”伊就无爱甲伊做朋友啊，搁去找别人做朋友。找即个是啥？河马。河马讲：“大只。喙齿。喙齿。喙齿。河马讲：“你敢会晓收水？”鸟鼠讲：“我袂晓收水。”河马讲：“袂晓收水，要安怎甲我做朋友？”就无法度。我去找别人做朋友。海豹。对啊，拄着一只海豹。海豹讲：“你敢有耳仔？”鸟鼠足欢喜讲：“有，我有耳仔。”海豹讲：“但是我无耳仔，我干那要甲无耳仔的人做朋友，就无法度，搁去找别人做朋友。”这个是啥？啥物？高山。尾溜。哦，拄着一只高山。高山问讲：“你敢有大母王？”迄个鸟鼠讲：“无，我无大母王。”高山讲：“我干那要甲有大母王的人做朋友，就无法度甲伊做朋友，搁去找别人做朋友。”孔雀对，又拄着一只孔雀。孔雀讲：“好哩啊，对。”孔雀讲：“你敢有足水的尾溜？”鸟鼠讲：“有啊，我的尾溜长长介水。”孔雀讲：“佮我袂比的，我无爱甲你做朋友，无法度。”伊就去找别人，找到即个是啥？狐狸，伊就甲狐狸问讲：“你敢会当甲我做朋友？”狐狸讲：“你敢会晓煮汤？”鸟鼠讲：“我袂晓煮汤。”狐狸讲：“我干那要甲会晓煮汤的人做朋友，就无法度。”就对即个康加鲁，又问讲：“康加鲁，你敢要甲我做朋友？”直咧哦，尾溜直咯。康加鲁讲：“你的腹肚敢有一个袋仔，会当甲囡仔囥伫咧内底？”鸟鼠讲：“无。”康加鲁讲：“安尼袂当甲你做朋友。”又来找一个，甲啥物人做朋友啊？麒麟。又甲麒麟做朋友。麒麟讲：“你的颔管敢有长长？”鸟鼠讲：“无。”安尼，我就甲你做朋友。又搁去找别人，这是啥物？尾溜呢？是啥物尾溜？原来是一只鸟鼠的尾溜。伊就甲迄只鸟鼠讲：“你敢要甲我做朋友？”迄只鸟鼠讲：“好啊，咱来做朋友。”足欢喜的，好，走来去树仔内底秘伫咧迄内底，走去因兜。但是即只蛇讲：“拄则毋是有一个鸟鼠讲要找朋友，我咧等伊来甲我讲做朋友，哪会一直拢无来？”原来是因走去树仔下骹秘，两个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袂记咧迄只蛇，迄只蛇就无朋友，足可怜的。